歡迎收睇一節暴雨消息。天文台喺上午1點45分及11點35分兩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而雷暴警告3度生效。一道冷鋒已橫過廣東沿岸，而隨後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該區。本港方面，與冷鋒相關嘅驟雨喺黃昏前後為大嶼山及港島帶來約10毫米雨量。預測大致多雲，今晚有一兩陣驟雨，明早天氣較涼，市區最低氣溫約20度，新界再低一兩度。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約25度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，但星期五早上氣溫仍然較低，星期日日間炎熱，稍後天氣漸轉不穩定。今節嘅暴雨消息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